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上兩集就講咗我過去一年做過啲咩 part time，而經過差唔多年半嘅努力，我終於揾得返本行嘅工作。咁今日就想藉住呢一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澳洲揾工少少嘅 tips。所有嘅分享全部都係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同埋心得。雖然每一行嘅做法可能會有出入，不過如果你都係喺澳洲揾緊工，不妨參考下我犯過啲咩錯，又或者點樣可以增加你拎到 interview 嘅機會。首先，我講下我個背景資料。我本身喺香港就做化驗師，依家就喺澳洲一間公立醫院度做。大家喺揾工嘅時候，記得留意香港同澳洲喺公立醫院揾工嘅方式呢，完全係唔同㗎。喺香港，基本上我哋經 HA 統一咁樣申請，然後就等 mass interview。最後我哋可以去唔同嘅聯網裏邊做嘢。不過喺 Melbourne 揾工嘅話，基本上我揾醫院嘅工，全部都由 Seek、Indeed 等等嘅揾工平台先睇咗個 job ads， 然後佢就會 direct 你去返醫院嘅官網。你係必須要逐間醫院開一個 account， 然後 upload 你嘅 document， 例如 CV、cover letter。無論你係公立醫院、私家醫院，又或者其他 private sector， 每一份嘅申請都係獨立嘅。咁當然，如果有啲私人市場，公司嘅規模冇咁大，我曾經都試過直接喺 Indeed、Seek 等等嘅平台直接 upload 文件，然後就等佢哋覆。經 Seek 網站去交申請，佢仲會有一個 status update 俾你作為一個參考。喺揾工嘅過程，我都專登執一執我個 LinkedIn profile。我知道有啲行業呢，有啲 job hunter，佢哋係會經過 LinkedIn 裏邊可能揾到你，然後就俾一啲interview 嘅機會你。咁我自己呢，就冇經歷過呢個階段。不過之後有 interview 嘅時候，我早一日都會去 LinkedIn 裏邊 search 一下 interviewer 個樣係點，等我有一個心理準備，聽日會同佢有一個 interview。喺呢度我同大家講講 CV 一啲重點，一定要留意嘅地方。第一，你份 CV 一定要啱返澳洲嘅 format。每一間公司 job description 佢嘅要求都唔同，所以我交每一份 job applications， 我每一份 CV 都會重新執一執，因應佢 job description 而修改返成個內容，將同份工最相關嘅經驗放喺第一，放到最前。第二，你份 CV cover letter 千祈唔好太長。我自己申請工嘅時候，成日都收到佢哋 feedback， 可能就係話佢已經收到過200份嘅申請，我就唔 successful 嘅 candidate。咁其實喺澳洲嚟講，無論你 assistant 又好 senior level 嘅工都好，可能每一工佢哋已經收到過200份嘅申請。如果你份 CV 太長唔夠精準嘅話，好大機會佢哋都冇睇晒落去。所以我建議大家喺你 CV 工作經驗呢部分，盡量控制喺第一頁寫晒落去，第二頁就將一啲學歷等等其他資料先放喺度，因為第二頁已經可能係相對地冇咁重要嘅資料，所以將最重要嘅濃縮喺頭一頁就夠啦。喺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我都犯咗一個錯誤，就係將我識做嘅嘢全部放晒落去 CV 度。冇錯，睇落去份 CV 好詳細，識好多個範疇，但係我發現喺揾工嘅過程，你份 CV 精簡比詳細更加重要。
因為如果呢個 position 根本唔需要你做咁多個範疇，對方其實可能會認為你係 overqualified，最後連 interview 嘅機會都冇啊。第三個 tips 我覺得係最有用嘅，大家有冇發現 job ads 拉到落去最底通常會有 hiring manager 嘅 contact detail？ 原來呢個 hiring manager 未必一定係等於人事部啊。喺我揾工嘅時候，我發現原來呢個 hiring manager 係會直接聯絡你 interview 嗰個，最後被 offer 你嗰個，所以佢當中所指嘅 hiring manager 有好大機會都係你嘅直屬上司，又或者係部門經理。依家我睇返我當年嗰份 job as hiring manager 根本就係我而家嘅老細嚟㗎。喺初初揾工嘅時候，我一般都唔會主動去聯絡呢個 HR， 直到我身邊嘅朋友就建議我，不如你 send email 問下有冇啲咩 update， 甚至如果有電話嘅話，就直接打電話問一問啦。坦白講，一開始聽到佢嘅建議呢，我自己都覺得有啲鉗，亦都好抗拒。不過我發現，如果你真係主動打電話同呢個 HR 講下你交咗呢個 applications， 喺傾偈嘅過程裏邊，再問一啲好 make sense 嘅 follow up questions， 加深佢對你嘅印象。特別我啱啱所講 CV 係冇需要將所有嘢寫晒落去，但係你就係透過呢啲 follow up questions 帶出一啲重點，俾佢知道你曾經做過啲乜，可以大大咁樣提高攞到 interview 嘅機會。我好記得我之前呢 send 一段 CV 出去都冇回音，我一直咧都好懷疑自己究竟有冇人睇過我份 CV 㗎，所以呢，我就第一次打電話去呢個 HR 度，點知就俾我發現原來個 HR 朝頭早啱啱睇過我份 CV， 佢仲問我你係咪已經啱啱交咗 applications 啦？我今朝好似真係睇過你份 CV 喎。然後我就藉住呢個電話嘅過程裏邊，根據呢個 job description 問翻一啲 follow up questions， 再帶出我嘅經驗，好似將我份 CV 慢慢咁樣讀俾佢知道。之後呢，我真係成功得到一個 job interview 嘅機會。打電話同 send email 我都試過，不過 send email 嘅時候，有陣時候佢就唔回覆你。不過有陣時佢亦都會同你講，你喺 waiting list 度 close 咗 application 之後，如果佢覺得啱心水，佢哋就會再聯絡你。咁你起碼咧都會知道啊，我份 job applications 真係交到落去手，佢哋咧真係收到嘅。第四個 point 聽落有啲廢，但真心建議大家盡快交你嘅 job applications。啱啱先講完，每一份工都有好多人同你爭，閒閒地都過百份申請。如果你幻想下，你係個 HR， 見到咁多份申請，如果你盡快交，我自己會盡量喺3日內即刻交你嘅 job applications。如果個 HR 一開始已經見到一啲心水嘅人選，其實佢哋就已經 book mark 咗呢啲人，會盡快幫佢哋安排 interview。而喺一啲比較細嘅私人市場，佢哋回覆會更加快，大概5日到1個禮拜，佢哋就已經會 close 咗個 job applications。如果一開始佢哋見到心水人物，佢哋就會即刻安排你做 interview。但係如果你係申請一啲大型醫院嘅工，我都建議你喺個 job ads 3日內或者喺5日內，你都盡快交你嘅申請。但係你預咗起碼要等1個至個半月先會收到佢哋嘅回覆。最後一個 tips 就係喺 interview 之後 send 封 thank you letter。我相信喺香港嘅話，好少人會做呢件事，但係原來喺澳洲真係好 common。如果你成功得到一個 interview 嘅機會，記得 interview 完咗之後 send 翻一封 thank you letter，
多謝返佢哋俾一個機會，再講返，如果有啲咩 update，可以隨時揾返你，補充任何嘅資料，加深佢哋對你嘅印象。坦白講，我而家呢份工有部分係因為我 send 咗呢份 thank you letter，而我同同事講起揾第一份工大家有幾辛苦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好多同事 interview 完咗之後都會 send 呢份 thank you letter。講返我嘅經驗啦，其實而家我份 job applications 咧，曾經我係有 interview 過，當時候咧係11月尾。完咗呢份 interview 之後，我 send 咗個 thank you letter 俾佢哋，但最後咧我冇成功得到一個 offer，但係佢哋就回覆就話對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亦都好滿意我嘅表現。呢個 job offer 就交咗俾另一個 candidate。不過佢回覆我嘅時候，亦都有同我講2-3個月之後，佢哋嘅部門咧都會有新嘅空缺，叫我自己到時留意一下。咁過咗呢2-3個月嘅時候，我發現呢個 HR 冇繼續揾我，但係咧我自己亦都有繼續 send 唔同嘅 CV， 包括呢個部門。大概隔咗半年之後，我突然之間就收到呢個 HR send email 問我仲有冇興趣去佢哋嘅部門做，同我講返佢哋當時有2個空缺。於是乎我就覆返佢話我有興趣啦，佢就即刻將我份 CV 遞上人事部度，最後1個禮拜安排咗我 interview， 再出埋呢份 offer letter。今集我就分享咗我好多自己喺澳洲揾工一啲心得、經驗，又或者我犯過啲咩錯。唔知大家喺揾工嘅時候，又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增加你哋 interview 嘅機會？如果有嘅話，歡迎留言話我知。始終我都係第一次成功揾到返一份本行嘅工。